真實情況就係大家都喺度向後褪緊，喺度降低風險、減低負債，為最壞嘅情況作準備。所有錢斗零都唔使，留翻個錢喺身。喺種咁嘅全面緊縮狀態，金融鏈條條都會頂唔住。邊張骨牌首先冧？地產骨牌冧咗啦，金融就快噶啦。嗱，咁當然啦，嗰個即係銀行咧，嗰啲數據跌得咁緊要咧，真係好大鑊啦，係咪？即係老百姓唔借錢咧，唔去碌卡消費啦，係咪啊？咁啊冇現金咯，正常渠道咧冇辦法揾錢咯，咁啊大家開呢個票據咯，去找錢咯。嗱，我開張票俾你啊，不過就幾多折收翻現金咁樣咯，係嘛？咁啊結果咧銀行呢啲錢咧就俾晒啲嗰啲影子金融機構，因為唔敢借出去，借出去就驚蝕，咁點算咧？咪擺落去買債券咯，買啲贏緊嗰啲咯，係嘛？利息低啲都要。所以點解大陸印咗咁多銀紙出嚟，市場上冇多到錢？原因就係冇人夠膽投資，亦都冇人夠膽攞去借。